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0年9月25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78篇第1节到第4节、12到16节。民数记20章第1节到13节。使徒行传13章32节到41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生命的旷野。咱最近拢咧讲到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记载，伫民数记内底犹原记载着因拄着一寡状况，特别是伫旷野内底。旷野代表着欠缺生命，也是讲欠缺物资。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伫旷野中间，因拄着无物件通好食，无有肉通好食，无有水通好啉。伫今仔日的经文民数记20章提到以色列人到伫加底斯的旷野时阵无水通好啉的代志，因搁一摆来自集做伙。因竟然毋是为着伫遐要来祈祷祈求上帝，却是要为着来攻击摩西甲亚伦。因伫遐讲，正月间以色列人全会来到神的旷野。百姓就踮伫加底斯，米利暗死伫遐，就埋葬伫遐。会众无水通啉，因就自集攻击摩西、亚伦。百姓就甲摩西计较讲：前阮的兄弟死伫耶和华的面前，阮毋达着遐的煞，迄是煞死吗？恁啥事带耶和华的百姓到伫即个旷野，互阮甲阮的精生死伫遮？恁啥事互阮出埃及，带阮到伫即个歹的所在，无所在通野种，也无无花果，无葡萄，无石榴，也无水通啉。伫安尼背景的中间，咱有看见伫旷野的人无这物质，等于因会失去生命。因此，以色列人真合理化，因搁再次来咒诅家己讲：前阮的兄弟伫耶和华的面前死伫耶和华的面前，阮毋达伫迄时煞死吗？伊是讲，阮着规气做伙死安尼啦吼。恁啥事带耶和华的会众到即个旷野，互阮甲阮的精生死伫遮？恁啥事互阮出埃及，带阮到伫即个歹的所在？咱爱注意伫即个伫第4节台语的汉字讲：恁啥事带耶和华的会众到伫即个旷野？一方面，因安尼讲，其实这是足大的矛盾啦吼。因一方面安尼讲恁啥事带耶和华的会众，所以因知影耶和华带因出来，是托摩西来带，因却来攻击上帝的奴仆即个摩西。一方面，因知这是耶和华的会众，是耶和华的引带；因一方面佫攻击耶和华的奴仆摩西。汉字本有讲到耶和华的会众啦，百姓，但是伫现代中用日本无甲即个上帝的会众，即个上帝翻译出来啦吼。所以咱看见因一方面咧攻击摩西的时阵，讲阮是上帝的百姓，却一方面攻击上帝的奴仆，这是足大的矛盾吼。因即个是安怎要带因到伫即个无有生命的旷野？是讲生命的旷野，就是表示无望。伊讲因宁愿死啦。因摕到迄个无法度种植、无花果、无葡萄、无石榴，也无水通好啉的一个所在，是一个歹的所在，
无性命的分野，无有即个性命通个成长，无有望。对以色列人来讲，无水通个啉，只不过是一种因认为这是性命的旷野一种表示，也是譬如尔定。因其实咧表达是因伫即个路程中间，即个旅程中间是完全无望。因感觉是即个环境是无将来，所以因讲这是歹的所在。这是因的性命的旷野，特别是对因来讲，因拄啊埋葬迄个女先知米利暗。咱遮个肉体的身躯，拢将来拢会死亡。我想这拢知，咱知影，咱的肉体将来嘛会朽烂。对咱来讲，咱拢知人总有一天会行入去伫死亡这条路顶悬。但是死对咱却是充满各种的惊吓甲无知的所在。咱来倒转来看民间宗教的信仰，因真惊亲人死了后变做孤魂野鬼，惊因来搅扰。惊因来托梦互咱入伫迄个险境的内底，烦恼死了后会变成做妖鬼，还是厉鬼来转来伫即个世间咧共扰乱，因此才有即个祭拜祖先的即个仪式。这嘛是台湾人真无法度脱离的一个文化啦吼。真侪人真爱去标榜讲，某一个人死了后第几工伊就显现咧表达讲伊好啊，亲像我真受注重啦也是讲有个人才着安尼感觉讲来受着安慰，特别是伊所敬疼的亲人离开的时阵，伊感觉若有转来找伊伊会受着安慰啦其实咱拢会经历着侪人生的旷野，会失去方向亲像咱昨所分享的，基督徒已经知，也是讲已经得到迄个永远唯一的道路，就是借着国我的主耶稣基督，咱就会当到上帝遐去。基督徒无应该烦恼性命的问题，更加无需要担忧将来要去倒落。因为亲像咱若阵亲像安尼的时阵，咱就陷入迄个民间宗教信仰共款，诚做迄个无望的。帖撒罗尼迦后书第4章13到14节，保罗来甲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信徒讲：兄弟姊妹啊，关于这个死的人，我望恁知影一寡代志，免得恁忧伤，亲像遐个无望的人。14节接续安尼讲，阮相信耶稣基督死过活，所以相信上帝也要将遐死的信徒甲耶稣做伙带去。意思是讲，咱无伫迄个生命旷野内面，咱信主的人就有主的过活甲咱相合伫地。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0年9月25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第78篇第1节到第4节，第12到第16节，民数记20章第1到第13节，使徒行传第13章32到41节。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生命的旷野。我们最近都一直在讲到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记载。那我们看到，这个记载当中，旷野代表是一个生命的缺乏，或是物质的缺乏的一个境况，或是一个环境，或是一个地点。那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当然他们会遇到没有东西吃，没有肉可以吃，没有水可以喝的状况。
那今天的经文在民数记20章的当中记载了他们在加底斯的旷野里面遇到了没有水可以喝的情况，他们因此再一次的全部聚集在一起。这个聚集在一起竟然不是为了要祈求上帝一起祷告，而是为了要攻击上帝的仆人摩西与亚伦。他们这样说：正月，以色列人全体会众来到寻的旷野，在加底斯扎营，米利暗死在那里，就安葬在那里。他们扎营的地方没有水，人民聚集在摩西和亚伦那里，埋怨说：从前我们的同胞以色列人曾死在上主的圣幕前，我们宁可跟他们同死。你为什么领我们到这旷野来呢？是不是我们跟牲畜一起死在这里？你为什么领我们离开埃及，到这个不毛之地来呢？这里没有五谷，没有无花果，没有葡萄或石榴，没有连水都没有得喝，没有物质的来源等于失去了生命的盼望。因此以色列人在这个地方再一次的咒诅自己，说干脆死了算了。他们这样说：从前我们的同胞以色列人曾死在上主的圣幕前，我们宁可跟他们同死。意思说我们宁可早一点就死掉了哈，这样的咒诅哈。继续他说：你为什么领我们到这旷野来呢？这个地方我们要特别注意哈，这个地方是说我们而已，可是希伯来文在这个地方是跟台语汉字的圣经一样有这个耶和华的会众，不是只有我们这两个字而已啊。意思是说摩西跟亚伦带领耶和华的上帝的会众出来到这个旷野，那是不是要我们跟牲畜一起死在这边呢？你为什么要领我们离开埃及到这个不毛之地来？那台语汉字的翻译是说一个坏的地方哈，这边都没有东西了哈。那这句话本身有很大的这种矛盾点，这个矛盾是在他们说原文哈，希伯来文说耶和华的会众，你竟然带领耶和华的会众到这个这么坏的地方，带领耶和华的会众，上帝的子民，那上帝的仆人带他们，他们都知道这个上帝在这个地方。那一方面他们认定自己是上帝的子民，那一方面却否定上帝的仆人做这件事情，所以这个是非常混淆的一个说法跟概念啊，是非常互相矛盾的一个说法。然后他们就说这样子就攻击了上帝的仆人摩西跟亚伦，然后呢，他们就质疑他们为什么带他们到这么烂的一个地方来，然后就说咒诅说我们宁可死掉了哈。他们提到那个地方是无法种植的，没有无花果，没有葡萄，没有石榴，也没有水可以喝，所以基本上他们的生命的状况是活在过去的那个状况，他们没有跟着，他们的心没有跟着出埃及。虽然他们的人出埃及，可是他们的心还是留在过去的那个生活里面，这是另外一个矛盾的地方了哈。那特别他们认为这个地方是一个没有盼望的旅程，是没有将来的一个环境，是生命的旷野。特别他们才刚刚埋葬了女先知，跟他们出来带领他们出来，其中一位女先知米利暗已经死了。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像我们这样的肉体之躯，将来都会死亡，都即将会腐烂。
对我们来说，人都终将一死，去面对这个死亡的路，但是面对死亡，当中却有各种的担心跟害怕，特别是在民间宗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这样的迹象，比如说7月刚过，他们很担心他们的亲友变成这个孤魂野鬼来叨扰人世间。那有托梦的险境，然后有担心死后会变成恶鬼啊、厉鬼啊，来回到人间呐、因此就有了祭祖的这种仪式啊，希望他们这样就不要来叨扰他们了哈。那一方面又说他们很尊重祖先呐、那有一些民间宗教的人就非常喜欢来标榜说，某一个亲友死后呢，显现似乎想要这种这个凸显这种自己是多么的受重视，或者是说借此来得到安慰。我们都会经历人生的旷野，那会失去方向，如同我们昨天的经文分享里面讲到的，基督徒已经知道了我们的永生唯一的道路就是借着复活的耶稣基督。那透过这样的信，就可以到上帝那里去。基督徒其实不应该担心生命的问题，更不必担忧将来的去处。若是我们有这样的担心，我们就会陷入跟这个民间宗教一样，成了一个没有盼望的人。帖撒罗尼迦后书第4章第13到第14节，保罗这样说道：弟兄姊妹们，关于已经死的人，我们希望你们知道一些事，免得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盼望的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死而复活，所以相信上帝也要将那一些已经死了的信徒跟耶稣一起带去。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复活的主，就不在这个生命的旷野里面，就有了永生的盼望，有复活的盼望。